歡迎大家收睇呢段短片。我哋係香港心理學會輔導心理學部嘅執行小組成員，我係主席 Sylvia。我哋今日仲有副主席 Yoyo。Hello， 大家好。仲有內務秘書 Chloe。Hello， 大家好。仲有財政 Virginia。Hello， 大家好。同埋我哋嘅 PR 係 Luca。Hello， 大家好。喺我哋當中，我哋今日係想同大家分享下急性壓力反應 （acute stress response） 同埋創傷後遺症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簡稱 PTSD， 兩者嘅分別同埋佢哋相對應嘅介入策略嘅。我哋留意到近日自從 MIRROR 演唱會意外之後多咗人討論 PTSD 呢個話題。咁但係其實喺呢件事件上邊，大家係咪會發生 PTSD 依然言之尚早嘅。不過大家當然會有一啲情緒反應，咁都係好正常嘅。不過呢啲反應可能係同一啲我哋叫做急性壓力反應比較有關係。咁其實呢樣嘢即係話我哋可以透過自身嘅抗逆力啦，對於呢啲有心理衝擊嘅活動進行一定嘅心理調節嘅，從而幫助我哋去回復翻我哋正常嘅生活。咁不如我哋一齊睇下呢個急性壓力反應同埋創傷後遺症兩者之間嘅分別啦。無論係喺現場目擊呢個情況啦，又或者係喺一啲社交媒體度睇到相關嘅影片都有機會出現一啲急性嘅壓力反應嘅。可能你會喺腦裏邊浮現出相關嘅片段啦，又或者你會有一啲負面嘅情緒嘅，包括可能係哀傷啊、不安啊、緊張啊，甚或乎可能係嬲啦、焦慮啦或者恐懼等等嘅。夜晚黑瞓覺嘅時候都可能會覺得好難去入睡啦，甚至係失眠嘅。半夜瞓瞓下都有機會嚇醒啦，或者係發噩夢嘅。亦都有啲人會因為小事而覺得好掹整或者發脾氣嘅。有啲人會對於本來好有興趣嘅事物失去咗興趣嘅。又或者嚴重嘅時候會選擇咗逃避某一啲與呢件事件相關嘅事物嘅，可能係你行下街啦，見到前面有部大電視嘅時候你會兜路行都唔定嘅。不過值得留意嘅係我哋每一個人嘅急性壓力反應都未必相同嘅。大部分人都會喺2日啦至到1個月內呢一啲症狀你會慢慢減退嘅。不過如果你發現自己喺4個星期之後呢啲反應都依然持續嘅話咁就有機會係出現 PTSD 啦。咁其實我哋話 PTSD 即係創傷後遺症，又係啲咩嚟嘅呢？根據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5版，創傷後遺症包括以下4組嘅病徵。第一係我哋嘅腦海入邊會不斷浮現事發嘅一啲情景，出現一啲回閃嘅情況，又或者我哋瞓覺嘅時候都會出現一啲相關嘅噩夢嘅，令到你好似不斷親歷其境，甚至你會有一啲真係生理上面嘅反應啦，一啲確切嘅一啲感受等等。第二啦，就係當我哋去有一啲相關嘅細節我哋會盡量好避免去提起，唔再去睇演唱會啦，唔想去再同佢睇一啲可能係演出有關嘅事情啦等等，盡量想逃避一啲人啦、事啦等等。第三啦，就係當我哋嘗試去回想翻當日嘅一啲情景，我哋可能唔係好記得呢一啲細節嘅。譬如話，當我哋諗翻嚟當日到底我係點樣去入去開始睇呢個演唱會，我又係點樣喺演唱會當日去行翻出嚟嘅呢？可能你唔係太記得啦。持續會出現一啲負面嘅諗法，一啲負面嘅情緒，令到你對人事都會變得比較盲目同埋疏離等等。而喺情緒方面，我哋會特別容易變得暴躁、猛整，可能會比較衝動，甚至係出現一啲自毀性嘅行為等等。精神會比較冇咁集中啦，亦都會變得好容易好敏感，好容易好驚。聽起上嚟好似同啱啱提過嘅急性壓力反應好相近，但係其實只有1成經歷創傷性嘅人先至會患上創傷後遺症。而呢一啲症狀，一般我哋會喺短期，例如喺3個月內就會消退。當然，亦都有一啲人會喺事發之後一段時間先至出現相關嘅一啲症狀。至於去到呢一刻，你可能會諗，咁到底咩人先至會去有呢一個情況呢？研究顯示啦，會唔會發生呢一啲情況係同有啲因素有關嘅？譬如話係我哋嘅家庭背景、我哋嘅童年經歷、我哋嘅性格、我哋有冇一啲過往嘅精神病歷記錄、我哋有冇過往曾經經歷一啲創傷等等。
而當然，我哋亦都有一啲能力係可以幫到我哋嘅喎。譬如話，我哋每一個人應付危機嘅能力，我哋身邊會唔會有一啲朋友、有一啲屋企人好支持我哋？又或者我哋點樣去客觀去睇呢一件事情嘅一啲睇法等等，都可以咧影響到我哋咧點樣去面對今次嘅創傷㗎。跟住落嚟咧，我哋一齊去睇下7個維護心理健康嘅小建議。第一個咧，就係我哋要多啲去留意年幼親友嘅心理狀況，關心一下身邊親友對呢件事嘅感受。第二咧，就係我哋避免過度去接觸事件期間咧，影響到自己感受嘅一啲場景，因為咧呢個過度接觸係會令到自己重複咁樣去感受同一個唔好嘅感覺啦，同埋咧我哋就會鞏固咗嗰個嘅感受嘅。第三，我哋咧要盡量去保持規律嘅作息，例如有充足嘅睡眠啦、均衡嘅飲食，讓到我哋嘅身體都可以正常咁去運作嘅。第四，我哋咧亦都可以揾一個自己啱自己嘅放鬆嘅方法，例如一啲靜觀啦、冥想、運動、音樂、電影嘅，呢一個可以建立到一啲空間，讓我哋咧可以從第二個角度去面對生活上唔同嘅事情嘅。第五，我哋咧亦都可以去揾一啲好朋友啦、親友啦，去傾訴一下自己嘅感覺，例如遇到負面嘅情緒、恐懼、不安、焦慮呢一種嘅感覺咧，一種被支持、被了解嘅感受，都係一種好緊要嘅感覺嚟嘅。第六，當我哋咧去聆聽嘅時候，其實我哋嘅感受係冇分對與錯嘅，所以我哋都去避免過度批評同埋指責，我哋盡量嘗試去多聆聽同埋理解對方嘅感受。最後啦，如果呢一種嘅感覺、負面嘅情緒影響到你嘅人際關係，亦都出現持續1個月嘅情況咧，我哋就應該向專業嘅輔導心理學家或者輔導人員去求助嘅。目前咧，香港咧都有唔同嘅輔導專業團隊咧，為大眾咧提供一啲心理嘅支援嘅，包括咗香港紅十字會嘅 Shall We Talk 嘅服務啦。大家咧如果遇到即時嘅心理需要嘅話咧，可以 WhatsApp 51645040。除咗香港紅十字會之外咧，亦都有唔同嘅支援熱線啦，包括醫管局嘅精神健康專線、突破輔導中心、香港明愛向晴軒、協青社等等嘅。咁呢啲部分嘅熱線咧，仲會提供24小時嘅服務啦。咁都為大家咧提供一個最即時嘅支援嘅。咁我哋去到總結啦，都希望咧，不論你係親身經歷咗呢件事件，又或者喺社交媒體上面咧見到一啲嘅片段，相信你哋可能身心靈方面咧都會有一定嘅反應啦，又或者困擾。咁希望咧，你哋都可以喺各個方面得到安慰啦，同埋就係安然咧去度過呢啲嘅反應。咁同埋我哋都謹記啦，就係我哋每一個人咧，大家都係一齊同行嘅。不論你係有一啲唔開心啊、嬲怒啊，都可以同身邊嘅人分享。甚或乎咧，你見到、留意到身邊嘅人咧有唔開心嘅時候，都可以主動去關心佢哋。我哋好深信咧，我哋每個人都有能力啦，去經歷啦，我哋有抗逆力去到處理呢啲嘅反應，就好似我哋經歷咗疫情一樣咧，都係唔容易嘅。咁希望大家都會喺經歷咗呢件事件之後咧，心靈咧可以更加強壯。咁最後咧，我哋香港心理學會輔導心理學部咧都有 Facebook 嘅專頁啦，大家咧有需要嘅時候可以去瀏覽翻我哋專頁，我哋都會希望可以持續咁樣去支持住大家嘅心理健康嘅。